吗？哎，你要我干嘛？哎呀，我有什么干呀？那个谁了？你怎么有上比较苦恼了？真的啊！哎呀，你这种不接触我真是没有龙眼渣。是啊。很多嘛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老多，干嘛你这句话？是啊，啥也有。好有。我说，这个那里面出几路，你拿几万里面，把花就是来，让我去看啊。哎，我都没把这个回答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我才说，有点高兴，这个就打给我，哎呀，拜拜。这个一个马喂，哦，阿 Sir 啊，今日好打電話俾我啊？